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一个23岁少年呢，平时拢无爱啉茶水，伊是逐工拢啉2杯半糖的手摇饮料来补充着水分，怎啊油脂结石放血肉，啊，佫无爱乖乖来食药啊，结果是油脂发炎的指数超过正常值的90倍，甚至引发着败血症。 天气热表表，真侪人拢爱啉凉的。不过台中一位23岁林先生，平常时也无啉水的惯势，逐工干那啉2杯半糖手抽的凉的来补充水分，加上因为做工课关系，定定减料，长期落来，互伊的身体出现油脂结石和放血流的状况。反复发烧，就是去外面诊所吃药也不会好。 查甫人食3工药仔，虽然人有较好，不过伫咧1个月后，因为佮发烧，带必来急诊，检查了后才发现得到急性油脂炎、血炎的指数超过正常值的90倍，佮引起败血症，险啊无命。 帮病人抽血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发炎指数高到27，非常高的一个数值。然后正常值是多少？0.3。民众嘛是爱惯势啉水，有糖的饮料爱减啉，同时嘛较莫饮料，较袂危害着身体健康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